上足了。上足了。破了，范阳书堂共哈广播电台，青拥拥改开六台春耶！什么感谢你空中后面又再次来书堂哦，我是拥拥。大家好，我是陈燕子，陈燕子第二位为老拥拥，韩国各位乡亲们上，大家吃饱吗？吃饱嘞，吃饱让我你可来谈你的节目唱吗？哎，唱噶。实在讲吼，你人生吼，真紧我想起来吼，真紧系事来讲吼，发生乜嘅事情，人都唔知。但是呢，在咧过程当中来讲，人自家是勇敢去面对伊。嘿，拥拥讲得唔会差吼，从该动到诶吼，你会动到诶偏酒啊，系啊，我是同我自家当好命。有人啊。用慢讲呀，用慢讲，用慢讲是讲，你看那阿眼骨啊，好手好脚啊，还唔知要好三万大病呢。结果我看到个爱动到的个你客家群主的朋友是吧？有的个抬高抬子哦，该好冲绳用慢嘢啦，中下台啊，吼不卡咪唔系讲动波啦，吼有的呢可能佢自家身体啊。冲绳可能有的有啲正常，唔方便，错。结果呢，佢就部门用扮演当政治哦。佢甚至都做到比汉那正常嘅人，汉那有能力，汉有能力。所以我创到起个哈，阿眼故事係漢邊個。其實也就唔得講阿眼故你冇變，唔變啦，沒冇變。唔變個快片更加慘。實質不夠哈，你年日做嘅冇幾按到啦。嘿。系啊，佢上到買東西去做嘛是上乜嘅？係今年吼，你撒落鳳門裡啊太高啦。係啊，我知道吼，佢當到啊，去特登吼，樣樣是一隻模範嘛吼。你會來邊啊吼，今年你繞牆來啊吼，當然得佢特登吼，阿眼股啊，成年子好好來去學習。其實根本圍繞長期從呢啲感恩衷心開始嘅來賓嗬，我是感覺談到一個故事，講人生嘅過程啦嗬，因為遲到講真嘅都冇簡單。係呀，日本人嚟講遇到乜嘅問題嘅時節，尤其佢個身上發生嘅事情係真嘅一般人一下遇到嘅時節係冇法去面對嘅，甚至佢會想唔開。但是佢從邊按樣人嘅問題當中嚟講，佢行出來咧，行出來遷到佢自己上愛嘅方向，用佢自己嘅想法，按樣班人做，其實克服落去做到好。我先問下樣樣，假使有嘢啦，你係木住啊，你係好好啊 ，Frank 哇，有嘢啦，看唔得到啊，跟用嘅啥啦？人家講嗬，當到人嗬。忙拄到嘅事情，真緊當咱去想想講，我拄到嘅時間我用個啥？只不過你先看到拍啥嘅事情嘅時間，先來提醒你，反正你係有你嘅問題發生嘅時間，然後其他還唔好嘅方面。發生嘅事件哈，真嘅是學習佢嘅精神，學習佢們呢隻內邊嘅精神，本你做隻思想，本你做隻覺想，唔係講人生當中嚟講是當順當平啊，一天萬萬萬萬嘛，遇到嘅事情嚟講，你是講乜嘅事情，我想辦法落去解決，冇解決嘅時間啲問題永久限在，所以講應該要好好地強調佢。咁我先問樣樣嗬，假使講你假設遇到咧木主 Frank 看唔到。我用辦法用門咧，因為啥來哦？你今年啊，感恩衷心開始啊，而繞牆咧喺裏邊啊，食材哦，我有先前有談佢講過啦，佢差唔多係15歲左右哦，冇錯，佢係木主啊 ，Frank 啊，當短嘅時間哦，慢慢地看冇咧，慢慢地看唔得到咧，所以家下嗬，老你底下我睇下門樣樣，你係底下。我問你講，你下家上拄到木主看唔到，佢家下佢15歲時節，佢是拄到咁樣情況咧。真經讓你問我嘅時節，我真經當咱想想過，反正我係拄到安尼事情嘅時節，我樣幫你行過去嘅。係啊，佢很細時節，佢家下心理嘅嗰種嘅狀態啦、建設啦，心理嘅嗰種嘅狀況啊，唔係像你時態人咧，唔係講按穩定按財咧。
该有人喊你声音呢？系啊，声音呢叫杨班人面对。佢係唔係15歲時節？佢假使講拄到阿樣嘅身體忽然間出現唔方便時節，佢係唔係想係想唔開啦？當多嘅問題就會產生啦。係啊，韓國除了佢自家之外啦，做熱愛嘅人本來係當身體健康嘅一隻聲音呢。突然間安嘅嘅時節，熱愛會燒嗎？係做熱愛未當燒啊！你面對屋卡其實係佢自家嘅問題，其實乳味係貴家人嘅問題。係咁個保姆呢學得啦。等下好好來講嘅，保姆應該是保姆是技術當政治，係經用班人日日克服掠到困難。嘅有呀，你好好來強教佢，好正經哈。好，講到呢，大家按小口來歇困一下，來輕鬆一下，唐書後堂嘅歌曲。觀眾朋友再一次轉到青央央嘅海陸台餐，今日咧感恩衷心開始嚟講，特別繞牆到兩位來賓哈，我相信頭先你開創嘅時節，老安尼安年股啊，兩三有談到你將來賓嚟講，佢從細嘅時節是得到一隻當罕見嘅疾病，係呀，一隻罕見疾病，我同佢講按到雷伯氏症哈，真嘅唔是韓國嘅名詞真嘅完全唔是韓國嘅名詞哈，咁好，先來繞牆到，你見唔見兩隻來賓按到李文凡先生，老太子家打下招呼，用海陸橋，各位朋友大家好，你係馬莎，我係阿文凡，因為等下就講係自家講阿文哥啦，阿文哥係啊，錯，剛才係咪阿文哥好咧啊？講阿文哥嘅時陣，我哋未下好喊，係。睇這個堂語未下好順啊！好阿文哥，好，你阿文哥哈，基本嘅難得來到感恩衷心開始，你嘅節目當中哈，小人見到大嘴鼓，你基本嘅講到係感恩哦。所以講呢，在你這個講緊嘅故事當中啊，哈，故事當中是講一開始你15歲嘅時間是產生到你下目珠看唔到嘛，錯嗎？看唔到嘅時間呢，當時哈係咩嚟啦？睇來回想一下，當時係採樣版嘅晴空之下。馬上讓你讓向到，讓你看出來，佢將你整件係你是有感恩嘅人。係做啲講下你嘅歌唱麼？好啊，其實一開始我個綜藝演員好其實非常眼目珠珠看唔到啦。咁其實差唔多1禮拜有咩冇一舊呢？1禮拜別呢年，冇一衰把可能看到嘅天當同螃蟹冇比來比去。就開始看醫生就快啲咧，醫生講下嘅兩個電腦驗光吼，無菌試驗，結果看唔到東西，叫做怪片就開始見醫就唔好，開始有門神啊，開始乜種種咩咧啊？一般你來講吼，尋日生日唔好，一定要用你民俗其他嘅方式來求了答案。嗰就讓我行出來，就有一
有3年影响的心态啦，就是我各种的办吐司啊，好，因为佢啲各种上学期的时间，语言生上学期的时间，佢就提早退休的。因为我哋教师吼，特别的教师有一个规定，就讲迄有精神相关的病的把专门的做先生。佢特别得到忧郁症。忧郁症，其实也忧郁症很没乜咁严重嘅，要當普遍。不過其實憂鬱症就係精神病啊，就專門做先生，佢特別專門做。我記起有一擺到南美，我哋美林南美市場讀到嘅同事就係我先拍啲先生講，人班上給他文化木做快鐵嘅你樣辦，然後佢講，老先生當緊張，我哋喺嗰時候辦到公關一帶，佢啲美林吼，其實人才真係不卡抗啊。佢上個好好嘅聲音，讓我突然間做先生也是個安尼嘅心，我其實比感動到，佢英語來就講，其實佢英語來佢就見咬我講，讓我都話我跟太太唔會讀書，係啊，佢就佢意思講。不管怎樣嘅哈，不管產生樣本嚟門，你啱嚟繼續讀書就得啦。就係佢講，唯有讀書係本強人翻身嘅機會啊！你講參眾人士，叫我讀書可以本人嘅人生改變。先生帶我幫我也激發，我一直俾我新度行。爭有一隻按講人都新度行，有一日就會發芽，會逼出來，會逼出來嘅。我是認為基嘅關係，你是慢慢記出來咧。這個用時記出來是你得做嘛嘅，先做嘛東西。你得先做嘛嘅東西啊，係啊。啲木卡就學掉嘅學嘅啊，種下成。跟做嘛嘅想到學掉嘅學嘅呢，人這個本身是懂愛呢啲東西。其實學嘅是木卡，仲下你一天會學嘅啦，係啊，各位。他有時要較多嘅是往日本嘅啊，美國原種嘅啦，法國建設嘅啊，係啊，當到個調嘅啦，各種調，因為我爸可能講嚟都要靠聽故事啊，無聊嘅啊，就講咩調嘅東西，條路本來都冇。嗰首日哈，因為咁嘅關係，你學調，你嘛學是當到嘅調嘅種類。錯啊！而啲位老調有關係啲黑化哦，而啲人一下唔啲，而啲人啲講因為長期咯呐，因為大嘴啊，而都哦佢調工腳調嘛，都冇個名字，係啊，腳調嘛，佢喲一下人有冇啲咁嘅東西？佢係咪做嘅鳳梅隻調嘅節目？係啊，咁個動作咧樣樣，嗰時候係相對嚟強調吼，因為阿文哥啦吼，是講你家下吼，你15歲呢，吼，我體團時間嗰時講到15歲阿文哥吼，忽然間啦，個目珠吼，慢慢一下子看唔得到，咁樣係心理嘅轉變啦，因為你基本上講像我啦，我假使15歲嘅時間啦，我忽然間我目珠看唔到啊。我係心理嘅嗰種嘅，我會當實際呢。你家下你唔會去到，你係人生快態咧。你用班你專業，係其實佢幾下隻專輯喺一開始嘅時候，我係你新年我當聽，因為我係神學班嘅，當佢讀書讀啱不頭9點，擺到半夜無聊，忽然間考試很強，並聊唔是考試，唔是學教呢，結果係因為發現個唔係哦，快啲就唔會好。係啊，經用嘅山咯。嗰個尤其係一開始就啱不也食飯嘅時間嚇，我睇5隻兄弟姊妹咪，我咪就會煮菜出來，嗰時咧看唔到菜夾，經用嘅山咯。我就撲過一看動拳，看動拳時間我咪就叫字咧，叫字了。佢就講你做乜你看東西？係啊，我就妒忌啊，就唔同係講到安尼嘅呢。咁阿爸就講快啲，阿爸就掉上來。佢講種得安尼，種得讀安尼讀阿咩？就算你買個平，咪種。當然啱不到食嘢嗬。阿咪叫來叫人哋強下叫。一兩禮拜以後，我就變講你種唔得，但係就按硬苦。我咪冇辦法改變，我自己改變。想辦法，老自己變到揸到當真實。等於講嘅做出來啦，其實唔係樣嘅做正常咧，本然愛唔是按點目標啦，按笑。係呐，做嘅樣上正常本然愛看，唔係本嘅按笑。比如講嘅菜嗬，我先我未做好菜，我先一道，然後我就變那隻骨頭我自己啲。
个先刺激看呢。哦，cái國土啦，國土你做到了，數我春嘅窗，嘿，錯，乜嘅方向？我都同阿老妹講，我就講冇人係西邊哦，交幫我辦哦，我揀西邊我就夾唔到出來，我就沒人動係你該用時嘅木柱，還可以看到一點點的餘光。有都有係咪人看到是的，唔過做我哪有可能老家妹妹家媽媽接菜咯？係啊，做用阿妹。冇必要按少啦，冇必要按少。其實也係咪有一個好處，即係講也係藝嘅social，所以一般嘅社交吼，為了一般正常運動咁樣，你應該就想辦法變老起家變得像正常一樣啊。像藝有時候看人嘅時節，你都知道藝動像有得看人嘅樣嘅。其實我看唔到，看唔到。係啊，你都同我頭前還是冇看到你。不過你啊，長家木柱安去對看呢個世界，你感覺佢都幾當真相。因為佢可能有看到呢個新刀啦，新刀。一絲絲啦，唔過佢一開始家我唔敢看人呢。哦，係看到有看到人到前面嘅時間，我心唔知。係乜嘅心理？因為唔看人到我看唔到，我嘅心講乜當眼苦呢？像唔可能啊看天氣，我又看唔透唔難呢。嗰種感覺當奇怪。基本當上講，你木柱按水果落嘅時間，你咪可能會看機。係啊。但是你看機嘅時間，基本用嘅這個心理意識講，對方看啊，唔定有乜嘢想法。所以講基本有一些的自卑感。嚇，有種自卑感，幾時會拗走去。哦，錯嗎？係錯。有咗訓練呢，面皮一盤，也唔會，就也可以按嚟看淡對方安尼。嗰時就擺訓練，差唔多要幾久嘅時間，按用應該心理嘅建設。我好多年來訓練呢，好多年，對啊。還有我都19歲開始我開雜貨店嘅，嗰種時間開雜貨店嘅時間，我咪要早講我喺看印度嘅頭家，個錢啲下伊唔敢贏。人家拿錢pour我就早講100係嘛，100我就用想辦法用方法用自家嘅優良想辦法贏嘅錢一刀，還有我就訓練講錢啲下伊，我天天都遞給一刀錢。一刀元我就遞，5元1千點下了，你是遞嘅幾多錢哦？我遞啊，10塊、50塊、100塊、1000塊。人家你行冇來嘅時間，我就見得錢自家練。佢練堂嘅上哦，所以是聽愛到錯愛嘅上冇窮了，佢訓練，認為哈木柱看唔到啊，人家聽你貼片。你講會貼片啲嚟用嘢啦，佢就訓練出來啦。哦，嗰個錢乜練走咩？佢練那方向哈，但係以後就會捱真過一樣啊。佢咪地單哪隻方向？佢是不行到該隻方向？地講唔到嘅片嚟，而家以後就捱真學佢走。你要訓練幾久啊？他們幾禮拜就訓練出來了。哦，真嘅呢！那是翻譯講一下，上帝關起這扇門呐，打開另外一扇窗，打開那扇窗，翻譯打開另外一扇。關掉一扇窗，又打開另外一扇門。沒錯。哇，真嘅冇簡單呢，所以講你看到佢安樣人嗬，真嘅佢付出嘅，佢散漫努力嘅，真嘅比你正常人家幾多倍，你冇法度了解。係，真嘅冇簡單。咁好，應講到了解小可來協困一下，家繼續留你嘅溫份3年再過來談。有一種感覺，在天橋背後，唔知空了幾久。有一隻夢想，擁抱負嘅地圖，隨身帶定見證。情嘅自由，高山穿過天橋，故事變得別個，有夢執世界，還有受傷不足，路長過了幾夜，我真嘅。
心感謝你空中好朋友再次轉到央央嘅好友台餐啊！今日來賓就係你李文環先生哦，其實佢來你客家嘅拍鐵樹嘅一家，你客家子弟朋友哈，但是呢，講起鐵樹哈。除了佢這個身體腎臟方面嘅嘅鐵樹來講哦，但是我喺學習方面哦，我知道佢行出來嘅想法來講就非常嘅正面，想去談下呢本房哈。你按行出來日後，哦，等於講你本來行唔出就幾年嘅嘛，行出來日後哈，你是開始先接觸乜嘅東西？行出來時節咯，我先學技術啦，先學作量。當學點時間，當去學一套工作。哦，要讀書哈，該讀書嘅是談講你哋咪未結婚嘅呢？啊，我也結婚。係啊，你未結婚嘅哈，該係咩都講一下。結婚結婚，基本上結婚。我講佢兩萬結婚，佢講佢基本上結婚。你看上就10個結婚是錯嘅。你講一下，你朋友係用乜嘢熟事嘅話？朋友嗎？那不用啦，初戀啊，整千朋友，你係人家不用嘅，人家初戀嘅時間用。有倒妹是一屆嘛？哦，講很多哦，我想到吼，你係高腔當衝哦，你阿文哥很強哦，你10空我不愛跳。你來講一下是講，你兩萬嚟不用啊，當時係用幫你熟事嘅，因為呢，等於講你要熟事機，你這個本身係採用幫你清空之下用啥熟事誒。我本樣係其實係我學妹哦，不正呢。讀書係時節熟事誒，係我讀狀化時態哈。嗰時候我係讀鐵教呢幾個國文呢。哦，其實一開始冇乜個關係啊，因為我做啲圖書館我啲嘅選課嘅時間，因為撲動拳撲喺個鏡頭前啊。我本樣做動發跳，然之後嚟撲我個。那你冇做咗看快艇呢？係呀，係啦。我啲邊個人講嘢寫下冇樣奇怪，我講我冇做半做快艇咧。其實最近有印象啦，印象係佢係橋上，即係橋身啊，佢會到太門鄉嘅，都總是在太門鄉去打工做糾察隊。打冷工啊，做冷工。嗰期我當佢到佢高嘅時候，就會讓打招呼。哦，對佢就親有印象。文哥啊，文哥啊。該報咩高峰嘅高腔來講哈，你兩班係用班人嚟放些斧頭。一開始是我第幾期喺外國來係，因為較冇錢啊，就當照顧佢。哦，阿文哥請你食飯啊，用嘢食豆腐飯，食飯是麵是飯，係啦。當主照。你請佢阿幾同你去啊，用嘢啦，佢請。冇，唔講啊！幾時係講你啊？目珠看唔到冇放，一天係幾潮你去來，但係是你付錢啦。一開始嘅時間，佢咩唔定眼目珠唔喎。哦，係哦，係啊。一開始家己下幾人眼目珠，佢講我帶你可以去個項目，佢因為佢咩唔了解。哦，唔了解嚇。因為佢按接觸一百個時間，佢將啲個愛人眼目珠係按，因為我比較看唔出。係。佢看到眼嘅時間，佢冇響你哦，有冇？冇響啊。冇嚇。響啊，就唔可以向下啊。係啊，關係咧。哦，這方面來講，兩三年如係讀書，兩三如讓人熟識，在功課方面、審法方面來講，你兩三係用班人來溝通，用班人來嘅種係審法。其實嗰時候就因為有 email 啦 BBS 嘛，哦，嗰種事你總是曉得了。我就當一下情書噃。哦，哇，一封親手，好浪漫。你家下用班人寫到機嘅咯，就可能你發現你咁通到機吧。哦，係啊，盡信。因為你會知道哈，佢逐禮拜會寫一封嗰種嘅情書，是表示講你將人對你將什麼佢當入心，錯啊。嗰反正就你講噓寒問暖啦，噓寒問暖，你講講佢來上家門，因一代地方佢來，佢唔係講一片話有寒天咧，係哦，我做買從酒上準備好啊，婆準備好本機。當關心佢啦，因為佢係對外國對人讀書呢，平常佢身邊來講冇親人的人呢，你講高峰嚟講，你誰來朋友？當然就是只親屬，韓國就關心佢，就買東西俾佢。用，係啱你個感覺。想解吼，你一般人啊，你講一般正常人啊嘅誰來朋友是吧？哪有想到，哪有安慰？是講想到掠到呢？一般你正常人啊，乜嘅想到什麼啊？哦，
叫佢冷麼？係咪準備？等於嚇，攞個準備嘛？你有什麼朋友？你竟然冇做過啊？唔係，我意思是講，唔係，我意思是講，一般的人啊，是當到誒誰來朋友唔會想到，唔會想按到。意思是講嗬，誰來嘅一般來講沒有這麼細心，冇按優秀嘅想到按到安尼啦。但是誒，佢當答心呢？是講，你留意好，是講係阿文講嗬，佢自家是唔方便咧。佢很想到為什麼朋友想到按到所在嗬，真是為了去答受鼓勵咧。阿燕姑誒講嘅意思是講，你這個其實是欠人照顧，係欠人照顧。你怎麼還會想到對方需要乜嘅東西，佢愛乜嘅東西，我聽書佢我照顧佢，安尼意思啦。係呀，你看我其實新都方啊，就以為我係一般的人啊，冇以為我自己。佢冇按人會啊，錯啊！佢嗰照顧人係當快樂嘅事情咧。係呀，所以我咁講，你當會台人想呢？假使我係冇辦法照顧人嘅話，我咪冇資格做朋友。我知道我自己安尼想法。佢最棒位咯，係才乃兩歲時落去求婚，才乜交往去求咧？一年就求婚咧。哦，佢馬上是當人兒咧嘛？而做幾時係講小輩，因為佢係當後生當24天。哦，嗰兩歲佢當20歲。佢當24天，我嘅時候是20，我睇佢9歲咩？哦，嗰陣佢喊就喊戇掉誒，冇啦，撒旦孫啊，阿孫係誰妹啦？你啊，可能佢冇交過其他男朋友錯啊？冇啊。係啊，你未交體育界嗬？我唔未。你未啊？喲，啊，本個你問到喊其他喲？交吉鋪誒嚇，不能叫老太。哦，你交吉咩體育界哦？唔係啦，係但踢西藏係踢5隻咯。哦，用啊，佢真嘅阿文講吼，真嘅係學老輩講咩？點三話講，點識台灣講，點識台灣講。個緣分啦，又讓啦，個教都教少沒問題啦。我嘴泡面結果又上冇安嘅啦，錯啊。咁當感情啊本樣啦。係真嘅嗬，個家境又乜感情嘅本樣，一家人嚟談。好咧。掌声响起，谢幕的灯光已经打亮，心中却只有感伤。唱着别人写的歌，反复练习着别人的想象，却少了勇气打开灵魂的窗。可能
好嘞，心感謝你空中後面又再次轉到青央央嘅海陸台餐，感恩從心開始哈啊！講到感恩從心開始，最後面咧材料最尾一團咯，是想強調呢個溫飯咯，溫飯其實頭先你講到啦哈，教過按到嘅細妹朋友，佢後面是倆隻不娘家，不你感同到，然後頭轉起來。你喺工廠當中，我相信哦，結婚了日後，其實當天數你當到，其實如果對不娘感恩嘅事情麼？當到啊，真緊呵，你講看啊。其實我當感謝佢講，因為嗰時候我係啲讀書，係冇經濟能力，我同佢講。甲本牙好嘛？因為佢係僑生，佢係做啲甲本牙嘅畢業，佢就可以拿到身份證。其實係咪帶偏帶怪啦？佢就答應我。其實我想講，佢應該沒底。好，然後佢就聽我講下安尼答辯。就人家講一雙萬一雙塊呢，就一鋪一鋪安尼。佢同我叫我按度字，我講量係拉量係慢。哇！世界，你好好嚟學習，你加油，實加油。你做感謝佢啊！兩個誰來，兩個誰買？錯啊！哇，真係好福氣咧！兩對啊！唔講佢讀太學語言生，佢就同我講佢哋來嘅。佢太學生言生，佢同我講佢哋買。錯啊！當到佢讀書嘅時，兩三時結婚嘅。哈，很好。所以做咩當我感謝佢？佢安尼讀書咩？佢當辛苦。係啊。如果照顧細人啊，要讀書要照顧太細啊。錯。因為一聽安尼辛苦啊，嗰陣佢畢業以後，我嘅條路剛開始做條路前面冇按照。前面冇到錯。對。你艱苦嘅人咧，讓窮下來過啊。如果同我窮下安尼上鄉過來啊。因為要買東西嘅話，我哋要走幾廿件，買一個人哈，我比幾廿件，能否跟那件較便宜？你按你過來嘅，你要不會差一點遠就幫件。真嘅你真嘅是有你客家人嘅精神咧，真嘅啦哈。佢真嘅是冇簡單哈，如按韓國咧，你阿聲音去睇咧。先睇經驗靠太學。因為佢讀大學嘅時是可以結婚，當早時嘅種嚟結婚咧。佢除了亞不娘之外，因為整個時間當入漢哦，材料最寶貝嚟講，除了不娘，始終亞生命當中很感恩嘅，很有馬啥。其實聽安尼中途狀愛到一下吼，我有安尼一下嘅小小嘅成就吼，我感謝你在當到，當到時間冇應該冇按照啦。跟住就係重陽，我想講，我感謝伊哋人，做頭擺有咧台灣體咧帶導盲犬嘅隻柯老師，柯先生、柯主任。柯老師你做嘛話有老有關係咯？因為佢我要行出福卡，做佢上天台節目，以前導呀、前頭呀嘅導盲犬，我真係講原來看唔到人可以台北學技術，學足療，我真係講我可以行呢條路，真行出福卡，好得有機。我覺得我讀書以後，佢發覺到我係呢讀書嘅料嘅，咩單槍可以。但係做足療天天，佢都經鼓勵我繼續讀書，讀書啊，嗰座我當剛才嘅，佢報名是3年以讀書讀到博士，係冇？係咪拿到博士學位啦？差唔多，會多咧。我相信冇問題，因為佢學習嘅晉升真經比一般人還那用心，還那堅持。等於講叫做乜嘅，佢是上乜嘅。因為客家人嘅精神咩？真係客家人嘅精神。特別都到困難嘅時候，我最近見上漢人中的不人氣消。你真係有安尼嘅想法啦。佢話大家係客家人，客家人做買東西是做唔得本人困水消，困水，我唔敢講嘅只係話嘅只事啦。講到凍水咁樣啦，哈。係啊，咁個台灣人當土講是係3年講嘅，嗰時當到底呢客家話啦，呢客家話啦。動員先嘅人啊，知道客人動員啊，咁你其實感恩嘅是講，你按緊嘅個性，按緊嘅性質嘅你呀，做得做埋事情按堅持，你爸爸媽媽有讓樹都讓向麼？知道我爸爸係嘅讓向心態，其實我咩感謝我嘅爺愛同埋帶來一個世界啊。雖然講以前我曾經我應該講。
同埋講個夢做案呢。不過還好，我也睇我自己行出來以後，我知道其實個命運係自己帶來嘅。啊，就算講我係過台面嘅來，我求咩我做會快啲。錯，個命帶是按用人哋配啥人啦。個好的期待，本來人講出來，又本來按問題呢去生發，然後將有按嚟成長。過即係我爸總來說，佢講法一吐，冇當老法，唔過佢特別講嘅法吼，我本來想哦，當經典啊，當經典，有時間嘛，有時間，有啊，像有一擺吼，休假咩，嗰樣事是，看電視，因為我看唔到，我沒有本來透過頭前一看，我就估到後擺彩排嗰度估得呢，估嗰度條拿來都係談天師。哦，我阿爸就同我來出去講，阿文講，其中嘅多方小麥嘅東西，我講有一隻雞從本吃的咧。哦，佢做乜講做乜我不愛吃的？我講就差唔多我曉得咧，佢個子彈可以食啦，講大嫂，吃到以後食的嘛，佢就講，就算講，你看做乜雞佢就我不愛吃的，就會。認咗條雞腔樣，然後唱起特雞講嘅，雄赳赳氣昂嘅，唔錯，你睇下你古典嘅嘅狀況啊，就唱我本人詞體嘅樣，就本來，佢阿爸當家我講安尼，雖然講佢係冇讀過書嘅人，亦都會發我本來自己想，我自己就會提到講，一樣會改變我嘅想法安尼。哦，跟你日子講，唐頭爸爸按講嘅是這個法種入日子都該答問，你這個是會國想去想？係，我想講做嘛，爸爸按你講。錯，係啊，最以為爸爸按你帶我當過去，可能阿爸按你打病，佢當佢早晨5點人，佢就出去倒條路誒。你啱啱轉來18夜，佢要出去要洗垃圾嘛，做奶水要洗垃圾要分別。最近爸爸是喺當辛苦哈，對老啲子土台，韓國最爆米哈，你這個從事了教育方面，你大量動到了視障嘅小朋友、大朋友，論太細都有啦，你要讓向人動到哈，佢要談到了到讓向，你讓向佢嘅了到朋友嚟講，要回饋感恩你嘛嘅冇？我動到啲學生係，其實佢都老實講，較白講，佢都咩同感，我對佢哋嘅付出，因為雖然我係國中嘅先生，可能國中係外教，但是高中以後呢，我係繼續關心佢哋，不是為了佢哋嘅聯絡，嗰個高中畢業讀馬太學畢業，做咗前條路，前些阿媽係教些媽係做，前度先會教佢。係啊，疑難插轉後全部會倒轉。做前先生，因為佢做是韓國來嘅。從前去年一百有隻些媽學生嚟講，老師佢講佢按到些係蠻教過些啦，我按呢個前先生。有冇應當先生？有冇嘢教男朋友呢？我繼續演本幾好咧。演係做對咯。你要腳踩2條船嗎？你總得。其實人都有跟能力做輕量一天數嘅掉啦。其實輕多故事。所以講你談到哈，拍啥回饋嘅上任感恩你嘅時間，你會知道講，你雖然老給窮人嘅視障朋友，但是你做嘅事情唔會比人少。電到過來，睇這個為什麼感謝你讓向都記得。其實嘅幫助人嘅種快樂哈，係唔係金錢可以真嘅那種嘅成就感，係錯。佢心度上嘅快樂係發頭阿媽冇睇過頭小人嘅感覺。真嘅咯，上到是會偷笑，上到是會偷笑。像有當年你看像3年前，我讀到一隻新嘅幼稚園中班嘅，佢咩學生係聽書一看進去，佢爸爸忽然間癌症小體咧，同埋強眼見進去，突然間哦，佢沒有印尼頭過來行，你我做同才講就同家一讀天書，講佢佢下時代行我用飛我下飛嘅名義講，我下飛冇多錢，可以半夜聲音嚟學鋼琴技術，我記得當陣嘅鋼琴嘅錢就我出嚟。冇半夜未地基，應該佢真係活菩薩咧。係啊，真係心衝動人咧。太善人，看到嘛，人做的天書啊，其實。
能力走一走，其实尽量是去走。你根本上人家或者要到节目啊，不用可能唔会谈。我基本定义做两件事情啊，唔知啦。哦，安样四大生意就容易啊，天数容易。其实哈，真嘅我知道佢就安尼善心哈，當出得any事件，人睇自己落去多多學習。其實呢，材料事件嚟講，行藥師嘅資料，any 天數嘅人真嘅非常嘅多。假使講，自己能力就發到嚟做到嘅時間，盡量做。走多的時間，你看到入面嗰啲細細嘅天數天天，本對方得到快樂，得到你生活嘅一種天數，本佢好好嚟過日，因此知道心肝都當好過嘅感覺吼。係錯。該好哦，基本正經非常深刻感謝安尼文化咯，在安尼感恩衷心開始嚟講，在人故事當中嚟講，正經本台自家體想動動，體想動動是講一般安尼正常人啊，不管安尼拄到乜嘅事情嚟講吼，正經是勇敢想到方法落去突破，落去嚟做改變，嚟做調整。你看安尼文化，佢自家安尼嘅情形，佢都要發到韓國來，冇講安尼正常人，所以講台自家加油，加油！該今日呢，安尼感恩衷心開始，受讓影響性好朋友分享到兩大不老師不敢講安尼文化，有機會再過來分享好嗎？好，什麼大家長來了，拜拜。慢工出在什麼你？感謝你，你相愛，愛全部記得。記得嗎？你偏愛嘅書，記得嗎？你帶愛茶花，記得嗎？你愛聽嘅下注，帶愛個水米飯呢？跳起嚟。